話嗰時都好開心啦，以為有個咁靚嘅袋，佢話200幾萬，200幾萬。跟住咧打開咧嗰個袋咧就哇好大陣味啦，好臭嘅，好陣膠味，好刺鼻咁樣啦。保安這甚有非，好多禮物送給你，聲聲作嘆細非利，展開攻勢想偷你，着起西裝顯貴氣，穿金戴銀珠光寶氣，100萬帶出街紅利，9億迎來契機，生意長談共利加升，低邊銀自欺，路前逐心理，死蠢地發覺他做戲，拋轉人肉巧唔怕牛，冚個豬兜，財色兼收，上東張報頭，唔知醜。佢嘅行頭咁犀利，騙子演馬騮戲，阿姐咁高信，食蕉添黏味，發夢教會當明活，認真抵你死。以夢碎收買皮，後果不似預期。開明車公司明，車公司這男人真了不起，財色兼收傻，我抵死同居租金冇俾返你呀，盡是假貨不到期，抽爆浸膠財甚至地。現場問3講4，良民考咩飛？為着溝你發心機，送你當時冇話有味，熟齡如啱光棍，看無長笑壞肚皮，夢未可以 upgrade， 唔理性大上頭罩記。自然係衰收尾，貼錢輸到碌地，墮入圈套報公章，笑爆主持共我哋，實情是貪之過，可笑兼抵你。歡迎大家嚟到苗疆愛填詞，請俾個 like 留個言 share 我嘅片，同時可以免費訂閱我嘅頻道。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咁我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噶啦。由於 YouTube 對二次創作嘅規限，我呢個 channel 舊曲新詞創作嘅模式要生存其實好困難。換句話講，係唔能夠透過廣告獲取任何嘅利潤，而 Superfans 亦都被停止使用。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呢個 channel 嘅，可以用 PayMe 或者支付寶掃一掃 QR code。亦都可以經銀行過數，我嘅動力有賴你哋嘅支持。